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每日早晨都要吃头蹄羹，所以来蹭点。怎么，不欢迎吗？这药我是顺路拿过来的。怎么，怕我下毒不成？又想什么呢？还想那个姓万的呢？谁想他了？我是担心你的病。我的意思是，这病得的人太多了，看着实在是吓人。哎，想听你说句好听的，就这么难吗？没事吧？小五，快请大夫。是。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又骗我！哎呀，就刚才一下子喘不上来气儿嘛。不过放心，死不了。进来吧。启禀将军，紧急军情，外公的几路大军也有许多将士发了病，而且病情很重。将军，3路大军连连败退，先前打下的大好局面，一夕之间就土崩瓦解了。将士们体虚发热，手脚无力。若不是我军发病，他们休想将我军击溃。是啊，将士们都成了病秧子，还怎么提刀上阵？这病来得蹊跷啊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自即日起，青州城内所有的巡逻、看守改成轮流值岗，每3个时辰一换，让将士们多休息，养精蓄锐。面对接下来这一场恶战吧。将军的意思是，朝廷那边会趁着我军发病而发起突袭？趁人病要人命，现在是万家贵置我于死地的最好时机。都别愣着了，赶紧重新部署去，严防死守，不能有半点差池。遵命。
事态如此严重了。万家贵之才不逊于我，但我身边有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兄弟，同心同德，而他缺少这样的将士，所以他赢不了我。你竟然会夸万家贵，我一直以为你恨他呢。知己知彼是一种智慧，敌强并不意味着我就弱。只不过如今，我全军上下很多将士都染上了怪病，无法征战。现在正是万家贵进攻我青州最好的机会。不知道到时候你是会替他欢喜，还是会为我难过？敌方3路兵马都已缩回青州，我们乘胜追击，方可收复失地。那帮残兵败将退回青州之后，必定军心不稳。万将军，何不趁机攻城？3路败兵退回后，陈文德仍有数万兵马，尚能负隅顽抗。贸然进攻，并非明智之举。万将军太过保守。这怪病，长则10日，短则5日，便会犯于陈贼全军。到时陈贼全军必定军心涣散，战力大减。你为何能如此确定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慢点啊！抬进去，坚持一下，再忍一下，兄弟。这，先走吧。来，慢点，马上到了。当心啊！慢点。来，坐。忍忍啊！将军。将军，慢点。将军，将军起来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将军，将军，怎会如此？大夫明明都说了，这不是瘟疫，也不会过人，怎么短短几日就病倒了这么多人？可查出有什么不妥吗？水和粮食、蔬菜等物都查过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哎，将军，小心！这病炖刀子割肉，死不了。不照这样下去，青州城很快就没兵可用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不着急啊，慢慢等一下。对方看我元气大伤，很快就要动手了。一场恶战近在眼前。兄弟，进来喝水。那先这样吧，大家一定要戒备。是。
你怎么来了？既然军医已经说了这病不会过人，我便自然也就开进了。我听闻军中在传，陈文德大军多疑染病，建议强攻，但你拒绝了。确有此事。吴莹的背后是吴家，他这次这么言之凿凿，说不定便是他捣的鬼。神爷，那姓吴的连攻城的日子都算得如此准确，他是神仙不成？而且上次我寻求病因，险些被他灭口，这其中大有文章。我们不如暗中将吴莹捉拿，盘问出其中秘密。他毕竟是朝廷派来的监军，怎可私行逼问？况且，上次也是无凭无据，只是猜测而已。是，只凭猜测确实无法断案。我只担心莫喜不要出事。你是朝廷将领，你一言一行要以大局为重。那莫喜在你心中算什么？那姓吴的，若是在背后捣鬼，他所图的一定是庆州，他对陈逆一党一定会赶尽杀绝。但是莫喜还留在庆州，他还留在陈文德身边，莫喜怕是生机渺茫。你要看着你心爱之人惨死吗？我今日就多派些人手潜入城中，一定要救出莫喜。上次救人便功败垂成，闹出那么大动静，姓陈的一定会严加防范，岂能让你轻易得手？你的意思是？要么便擒住吴隐，盘问清楚；要么便暗中找人给莫喜送信，告知他兵器上有毒，让他千万不要碰。我会另寻他方，但私通敌营是断然不行的。你心悦莫喜，但是每次都因为各种缘由让步，才导致你们阻碍不断，有缘无分。你这次莫喜若是有三长两短，你我都百死莫赎。我的口信你们可记住了？一字一句都记得。记住，今日你们是私自行动，从未见过我。属下明白。陈文德，全看你如何抉择了。你们这次出去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好。夫人好，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拿着包袱要去哪儿？他们的父兄都在军中，这次也染了病。顾儿跟将军说了，要离开一段时间去侍奉亲人。这病还真是怪异，府里的人都走了一多半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人都要走没了。奴婢还是会在这里伺候夫人的。你我可是不敢用的，保不齐下一次又要出卖我。夫人还是在生奴婢的气。当然了，奴婢不应该骗您，奴婢以后一定会忠于将军和夫人的。行了行了，我这又没打你，没骂你，又没撵你走，哭个什么劲啊？夫人不怪奴婢了。事已至此，骂你也没什么用。把他们送走之后，赶紧去厨下帮忙吧。是。走吧。也不知这庆州还能安生多久。你心里想着谁？你这么神出鬼没的，要吓死我啊！
你不是去学士城楼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万家贵偷偷派人送来口信，只要我愿意把你送回去，他可以网开一面，允许我带着几个亲信离开。万家贵对你是真的用了真心呐，原则都可以不要。你这醋喝的，顶风都能呛出2里地去。坏消息呢？坏消息，我回绝了他。回绝就回绝呗，还非跑过来跟我说，你想气死我不成？我都回绝他了，你不生气？你是属狼的，我知道，想要什么东西就咬死了不松口。我生气有什么用？气得过来吗？愿意陪着我？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来，我少活8年都不要认识你这个土匪。给土匪拿着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。哎，夫人，请。陈文德怎么说？他回绝了。他自己穷途末路了，也要拉着莫喜一起死吗？吴监军，请留步。滚开！深夜来访，监军有什么事？侯爷手令到，退下。侯爷命我们即刻出兵，攻下青州城。我一早便说过，攻下青州城并非朝夕之间就可以做到。这点万将军便不必担心了。庆州城的守备将士，也有人愿意投诚我军。你怎知晓？你竟然私下与叛军来往！说到私下来往，万将军也未必清白吧？可我吴家这么做，是一早便禀明了侯爷的。兵不厌诈，你怎么确定他们不是诱敌之计？因我答允，若他们愿意倒戈，便解他们身上之毒。毒？什么毒？什么消息？禀郎君，我等已潜入锻造坊，草立。庆州那怪病，乃是我吴家联合韦州曹刺史渗透了陈文德的锻造坊，在给成品兵器上游的油脂中下的毒，一旦触碰，必中毒无疑。夫人，夫人，快醒醒，我们得赶紧走。怎么了？敌军打进来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这城墙又不是纸糊的。有人偷开了城门。那你快去把那包袱拿过来。是。
我们去城外找将军会合。将军在哪儿？将军正带兵突围呢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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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将军来了。慢点，你受伤了吗？老子败了，一败涂地。哎，挂点彩，侥幸逃了出来。命还留着就不错了。其他人呢？有2万大军打头阵，我让他们先撤了。那你为了等我留到现在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将军，有追兵，快走吧！快走！上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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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投降！王家贵，别做梦了，我也快要投降啊！莫喜，快走！放开我！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愿意跟着他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更没昏头。我现在愿意跟谁走就跟谁走，全凭我乐意。你。凤剑！不行！不行！转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也发病了吗？我们要去哪儿？别说话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莫喜呢？我听说他被陈文德的剑给割伤了。我打听过了，陈文德的剑也是新铸的，他发病了。莫喜恐怕也……莫喜从小就受不住发热，
只要是病了，就会越病越重。你快救救他！你快救救他！想想办法。陈文德身边现在剩下的都是精锐死士，光面没法子。那你应该知道解药吧？那个姓吴的肯定告诉你方子了，对不对？冯瑶，我说过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我不能。我也说过，莫喜便是我的命。我去想别的办法了。冯瑶，这是哪儿？你醒了，这是城外驿站。我们逃出来了。我们和万家贵换了个地方，之前我们在庆州，他在城外，如今他入驻城中，而我们在这荒郊野外躲着。你就是嘴硬。明明是打了败仗，非说什么换地方。两军对垒，我可输不了。就算我的士兵们纷纷病倒，那庆州城也固若金汤。哎，谁知道出了个吃里扒外的人，悄悄把城门给打开了。有人出卖了你？据抓来的细作说，是吴音承诺，只要半夜有人打开城门，就能得到治疗怪病的解药。哎，真没想到老子麾下也有如此贪生怕死之人。现在外面怎么样了2万多士兵，成功的突围，不过都走散了。目前在我身边的只有2000多人。万家贵把这儿团团围住，不过一时半会儿也攻不进来。万家贵把你堵那儿的时候，你干嘛不跟他走啊？你干嘛？我好心帮你把错位的关节复位，你就这么恩将仇报？我们在水淹过我们之前，一定要到那里去。这要上不去，咱俩就做淹死的鸳鸯吧。乡绅们，这就是你们的将军夫人。我们行军之人没那么多忌讳，日后要是冲撞了、得罪了，夫人要罚你们。本将军可拦不住啊！将军，这才新婚头1天，您就怕了夫人了？陈将军，自打入城以来，您赈济粮食，修缮民房，好多出逃的庆州百姓全都回来了。大家都说您是个体恤民情的好官，我等在这里给您磕头了。不可，老人家急。这看着百姓们安居乐业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这胳膊怎么了？让人砍了？不小心中了一箭。伤得重不重？你都久经沙场了，怎么会疏于防范呢？而且你是主帅，怎么还要亲自上阵？当真是不要命了。这一箭是你心上人射的。你不是心心念念你的心上人吗？这对你来说算不算是个好消息啊？你是担心我？
我死了，对不对？你别胡说。你心里真正装着谁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病本来就磨人，别再着凉了。哎呀，我这一败涂地的，穷途末路了，干嘛还跟着我呀？娘子，我乐意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 傻瓜，笨蛋，不喜欢你，我跟你到这来干嘛？明知故问。哎呀，临死之前听到了你的实话，值了。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，乌鸦嘴。 这次是真的过不去了。等养好身体，我们一起逃出去。逃不掉的。这官兵再无能，也不会放过我的。万家贵不见我这颗人头，绝不会罢休的。莫喜。 听我一句，回到万家贵身边吧，别跟我死在这儿。你我的血现在混在一起了，就相当于洞房花烛夜的合卺酒。从今往后，你去哪，我都要跟去哪。你是逆党，那我就是逆党的妻子。坐牢要一起，黄泉路上更要一起。 好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你个行武出身的，别拽文行吗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硬还是不硬？行，我们一起。 以前便听闻，你的剑术百步穿杨。莫西有一盏心爱的水晶灯，是你射下来送给他的吧？其实你们之前便不应该瞒着我，若是早日便说清楚，也不会到今天这般地步。虽说这药真是便宜陈文德了。 但是我们不能拿莫喜的命跟他赌。
我去想别的办法。扶摇，我看过那方子，你有药箱吗？最简单的几味药即可。我口述，你配药做成药丸。我盼着陈文德死，但我更希望莫西活着。射箭吧。药好了吗？好了，快点使，这里点啊。给将军，慢点喝，别洒了。进。坐下。慢点骑，慢点骑。将军夫人，外面有人射来此箭。好，你出去吧。是。都这时候了，谁出来的血？你念念不忘之人，我都跟你一起被追杀逃命了，哪还来的念念不忘之人？是万家贵吧？你等之病，为吴营于兵器下毒所致，葫芦中为你和莫西的解药。今你败局已定，若能投降，我可保你与莫西性命无虞。原来这病是吴因在兵器上下毒所致。莫西，这是解药。原来如此。怎么只有2颗？我们若是吃了，其他人怎么办？恐怕万家贵是为了救你，匆忙赶制，没那么多时间赶制那么多吧。哎，说来这万家贵心思也是细腻啊，为了救你，还给我也送了1颗，怕是担心你兵荒马乱，没法一个人出逃吧？可是只有2颗，有那么多人都中毒了，信里还写什么了？他说，我若是投降，能保我性命无忧。我猜你不会答应的。我怎么可能投降？我这命又不值钱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这命早在10几年前就跟着我的兄弟们死在那雪夜崖了。这10多年的苟活，我算是赚着了。什么叫苟活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我们想办法逃出去便是了。逃出去？万家贵大军围困，我们插翅难逃啊！你别说这种丧气话。从前没有我，你来去都无牵挂，但现在有了我，你必须好好活着，你还要带我过好日子呢。好，赶紧把解药吃了，有了精神才能与他们周旋啊！什么声音？吴银，你救出莫喜了吗？怎么了？莫喜。
还有谁敢擅自进攻？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我早就说过，相爷一心想要陈文德死，除了我之外，他还安排了别的人。你的人头在我手里，让他们立刻住手！我不过是他的一个私生子，对外更是他的族侄。这样的族侄，相爷想要多少便有多少。我的人头不值钱。滴血！有滴血！那群人到底是谁？你虽号称有10万大军，但这些人不过是拼凑而来，想效忠侯爷的、效忠相爷的，不计其数，你控制不了。今日，陈文德必须死。陈文德是逆贼之首，要杀也是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何况里面还有一个无辜的莫喜。莫喜要是有3长2短，一个胡狼，我绝不会放过。无言，你与莫喜也算是有交情，你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烧？我绝不会让莫喜有事。你有地图吗？吴家的私兵将从这2路去取陈文德的首级。不行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！你冷静点。莫喜在里面，我怎么冷静？神焰火箭齐射，一管率恐怕神经渺茫了。但是莫喜，你相信我，凤瑶，一切都交给我。你一定要平安的救出莫喜，我求求你。放心。莫喜，莫喜。小五哥，他们好像不是朝廷的兵，他们是要将我们斩尽杀绝。陈文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伤死不了。吴太，无碍。将军，小吴，启禀将军，什么情况？有身份不明者闯入我军阵营，还带了火器，我军部敌伤亡惨重，但他们方才忽然退去了。这五郎老贼，生怕我不死。不过为何突然退去？郎君，相爷又有何吩咐？相爷有东西要交给郎君。这是我阿娘的随身宠物，她怎么了？她很好，但相爷说了，他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。你要是为了莫喜这个女人而罔顾相爷和侯爷的大计，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阿娘了。你，属下也只是传话而已。走，走，跪下，跪下！你们是谁？受何人所派？你们若不是我麾下的将士，那便是乱入战场的逆党；你们若是谁家的私兵，那更是扰乱军纪之罪。若不从实交代，那我只好军法处置。来人，在，拖出去，斩！将军，
大狗也得看主人，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吧。狗咬人之事，它主人可曾看过我的颜面？将军，帮助朝廷攻打逆贼，也算是全权为国之心。万将军如此贬损，恐怕多有偏颇。你就不担心自己的将来吗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这是监军你的意思，还是吴相的意思？莫太过自大，你还入不了吴相的法眼。那便是监军你的一人之见了。斩！万将军这般狂妄，怕是灾祸不远了。任由汝等插手战事，胡作非为，只怕眼前便要生出祸端。哪儿来的往后？走！这心烧了便烧了，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，总得想个后路吧。莫邪，你觉得我是怕死之人吗？你不怕我怕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也知道我跟钟玉琪是死敌，他不会让吴浪放过我的。你征战了那么多年，经历的九死一生比我多很多。要活着才能有以后，要活着才能报仇。听你的，活着，尽量逃出去。你可不许骗人。我要骗你，我就是村头那小狗，玩。夫君，你说这次我们逃出去了，那就算是重生了。你以后可不许吹胡子瞪眼、打打杀杀，要隐姓埋名的跟我好好过日子。我从小没有阿爹阿娘，虽然也知道自己是个小娘子，将来是要嫁人的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有个家。我先前喜欢万家贵，只是喜欢他那个人，但从未想过家的事儿。后来跟了你，也是怕了你，想逃又逃不掉，只能待一天混一天日子。但是现在，我想跟你有个家，想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别傻笑，听懂了就说话。懂了，都听懂了。哎，我吃了半辈子军粮，这半辈子就只干了一件事，就是打仗。我也只会打仗，我不是什么心善之人。但若让我逃出去，我绝不会丢下兄弟们不管的。我就知道，你若真的逃了，那便是狼心狗肺之人，也不是我的夫君了。你别怕，有我呢。我比你小13、14岁，身体好，胆子大，心也宽。只要把命留着，就算以后腿瘸了、手断了，我都能养活你。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话？什么腿瘸了、手断了的？我算是彻底败了。庆州城没了，大军也几乎全军覆没了。扳倒钟玉琪、吴朗、清君侧，看来是没有我的份儿了。轮不到我了。
你放心，我永远要你。而且就算有你的份儿，也没见你活成什么好样子。每天顶着个叛贼的名义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的到处跟人家打仗。明日便找个机会逃出去。嗯。撤！将军，属下已经大概摸清他们的换防时间和方向了。好，子夜时分我们就动手。你现在潜入青州城内，把我之前藏好的那些财物都取回来。他们追杀我的时候，你就带着莫喜和大家逃命去吧。将军，其实这次急攻只是为了牵制那些官兵，您不用亲自上阵的。万家贵和官兵都不是傻子，若不是我亲自做诱饵，他们怎么可能被我们牵着鼻子走？将军，属下不能丢下你。小五，不是你丢下我，是老子不要你了。你明知劝不住我，又何必再说？小五，是我守不住青州，让所有人跟着我逃命。风光的时候我最显赫，现在自然我应该冲在最前面。义军的将领哪有自己先逃的道理？可是，莫喜娘子，她现在已经是您的夫人了呀，您就不能为了她？我对不住莫喜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你带着莫喜和大家平安的离开这儿。将军，别去马捆结实了啊！清点一下人数，准备换岗。组长消息，怎么样了？这边。兄弟们，都打起精神！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这都试了多久了？虽说是万家贵给了我们解药，但这攻势真狠啊！慈不掌兵，这万家贵算个人物。这些箭都射向了我们的四周，已经算是仁慈了。不想杀人，就想逼着我投降。我们今天晚上走？对，我们今晚就走。真能走成吗？能。
路线我都看好了。天黑之后，我会下令反攻。山上山下乱成一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逃走的时机。这青州城原本就不是个安生的地方。等这次我们逃出去了，一定要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盖几座房子，耕几亩田。对了，你的那些钱财珠宝都没弄丢吧？我们以后可要靠他们过日子呢。放心吧，没丢，都没丢，能养得起你。事情都跟你们说了，相信你们都知道，此行就是有去无回。我们的目的就是吸引龙湘军的主力，让我们其他的兄弟们得以顺利的离开。我不管你们是自愿的，还是筹钱筹来的，出发之前都可以反悔，可以离开。干什么？别抢我人头！谢谢你们，兄弟们！此时一到，出发！你我皆同袍，为国赴沙场。铁血当敌口，为民挽孤阳。待到开轩时，便敲金灯响，同唱大风歌，纵马回故乡。再烧一壶水。这天真冷啊！全来了，你们俩看点火啊！哎，好嘞。快当心啊！开水。这人都跑哪儿去了？说好进野突围的。你别再花言巧语，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两面三刀的细作。奴婢都是为了夫人好。我这又没打你，没骂你，又没撵你走，哭个什么劲啊？夫人不怪奴婢啦。事已至此，骂你也没什么用。把他们送走之后，赶紧去厨下帮忙吧。是。魏兄弟来袭，陈贼来了，陈贼来突袭了！夫人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先行离开吧。好，小李，你赶紧去给将军送信，就说这可能是陈贼的佯攻，
为的是让他优先回援，千万让他小心叛军主力的逃跑路线。明白了吗？好。陈文德为什么要佯攻而不逃跑呢？万将军不但自己精通兵法，连家中夫人都如此高明，竟能看出敌军的佯攻。莫喜，你在哪儿？万下坤没上当。将军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万将贵没中计，他在进攻窝棚。莫喜，莫喜！难道陈文德是为了莫喜？住手！你们这群混账！陈文德声东击西，就是为了从小路上山逃跑。我让你们只设营帐四周，封锁小路，迫使他们投降。谁让你们设营帐的？是我。乱我军令！来人，将此人拉下去斩！三军听令！我乃监军，凭此令牌便可发号施令。侯爷早就有令，陈文德及其余孽，一律当诛，违令者斩！要是伤了莫喜怎么办？那我只能深表遗憾。可军令如山，万将军，你也明白。夫人，你给拿个主意吧。他们这般慌乱撤退，阵势肯定都乱了。眼下就是绝佳的好机会，要不要趁势追击啊？不要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不懂排兵布阵，刚才只是碰巧猜对了而已。我们就在原处按兵不动，等将军回来便是。是。就算岁月总是蹉跎，爱会开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也有疑惑，关心我，悲喜交错，哪怕跋山涉水经过。关于你的传说，在雪地里红妆素裹。快来救我！顶天立。烧着千把火，已经天南远远太多，只有此刻不会陨落。孤单寂寞的一个我，心事跟任何人说，他不一回到头就我，梦里有人。
总是蹉跎，还会开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也有疑惑，半生寥落，悲喜交错。哪怕跋山涉水经过，关于你的传说，在雪地里红妆素裹。顶天立地的一个我，心中烧着千把火，历经艰难，远太多，只有此刻不会陨落。孤单寂寞的一个我，心事更愈合人说，在你回来都救我，梦里有人携手小酌。撤！莫喜，莫喜，莫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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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儿。赶紧离开这儿！君的头盔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此次虽大获全胜，但仍有逆贼余党少数逃脱。清理废墟和搬运尸体时，千万小心。十人一组到处看看，遇到危险立刻示警。将军，
将军，本将军正在议事，你没看见吗？夫人去找莫喜娘子了。便先如此去办吧，大家散了吧。是。你的人匆匆前来，是莫喜有消息了吗？放火箭赶尽杀绝的是你，现在问莫喜消息的也是你，真是虚伪至极。是，我是虚伪至极。不过现在大战已了，你若是愿意，我的人也可以去找。不必。若陈文德真的死了，莫喜对于吴相就没有任何作用。我若真的找到他，便将他归还于你。只要他好好活着，便够了。莫喜，莫喜，你在哪儿？莫喜，莫喜，莫喜。扶摇，扶摇，莫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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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是战场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找不到莫喜了，我找不到莫喜了，莫喜，莫喜。莫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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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找了一夜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莫喜，莫喜，莫喜，莫喜。莫喜，在哪儿？莫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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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喜。扶摇，莫喜，莫喜，莫喜，你听我说，莫喜，莫喜那么聪明，一定已经逃走了。莫喜，莫喜，莫喜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在找到莫喜之前，你要撑住，不能倒下。回去吧。
烛春情其实无色，一笑倾城不敢。是属于换了魂魄，傲娇天真有恋。都说独占世间宠，世间哪有清欢啊？手一翻胭脂乱，马蹄之下百花残。待王冠披锁链，眉眼用婉用冷言。笑颜只在脸上笑，飘啊飘，勇敢去来是飘。笑啊笑，真实的哭一笑。妙，管他书籍妙不妙啊。笑颜只在脸上笑，飘啊飘，勇敢去来是飘。笑啊笑，真实的哭一笑。妙，管他出境妙不妙啊，活出自己就好。你们俩我都爱，你们也都爱着我。可除了你们，我还有陈文德。可是陈文德却只有我。马蹄之下百花残，待王冠披锁链，眉眼用婉用冷言。到最后，还是就我们俩在一起。真实的哭一笑，妙，管他出境妙不妙啊，活出自己就好。你醒了。莫西，莫西还没有找到，我要去找莫西。莫西，你冷静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到处都是尸体，莫西还没有找到，全部都是被吴影用神烟火箭射死的。他有令牌，有权如此。你已经感染了风寒，再在尸堆里耽搁下去，只会白白送上一条人命。人命？我本来就欠莫喜一条人命，每次都是他救我帮我，我欠他的何止是区区一条人命？如果说莫喜有个万一，我如何有脸活下去？你让开，莫西！你听我说，我已经派了一队人去搜寻莫喜，并将他的形貌特征都画了出来。他们一有消息，立刻会告诉我的。再说，没有消息说不定是好事啊。也许莫喜逃走了，那自然找不到他的尸体。你先把药喝了，以免风寒加重再倒下了。莫西还等着你呢。对，莫西一定在等我。莫西，将军，
怎么样？找到了。说，莫西他在哪儿？在驿站附近的树林里，有一具女尸，脸已经烧烂了。在她身边的包袱里，发现了这个。我俘虏了陈文德的侍卫，已经问过，他说他们莫喜娘子最近一直在绣这个袜子。因为绣工不好，所以就绣个莲花，也算作是她的女工了。所以随身携带这个袜子的，一定就是。
个月内铸造这么多兵器，是真的要造反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叛贼，何来造反？这是什么？明德侯钟玉琪和吴郎勾结刺史，作乱的证据。可惜啊，圣上被他们蒙蔽，误以为我是叛贼。我算是彻底败了。青州城没了，大军也几乎全军覆没了。扳倒钟玉琪、吴朗、清君侧，看来是没有我的份儿了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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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呢？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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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一醒啊！你醒一醒啊！将军，小五来晚了，小五错了，将军。我命由我，泪泪落落，山高海阔，何以而我？就算岁月总是蹉跎，还会开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也有疑惑。半生寥落，悲喜交错，哪怕跋山涉水经过，关于你的传说，在雪地里红妆素裹。顶天立地的一个我，心中烧着千把火，历经劫难恩怨太多，只有此刻不会陨落。孤单寂寞的一个我，心事更与何人说？大笔一挥到头就我，梦里有人携手小酌。我命由我，泪泪落落，山高海阔，何以而我？就算岁月总是蹉跎，还会开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这些都是将军的钱财珠宝。夫人，将军死了，要不你跟我走吧。在雪地里红妆素裹。我不跟你走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跟任何男人走。但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先把它卖了，然后我们去荆州城。
谓的自信。泥石流，快跑！文叔，大人，行，过去吧。这天太冷了，将军还有一会儿才到呢。夫人，您先拿着手炉，千万别冻着。嗯。快去拿件衣裳来。你怎么不多穿点儿？刚才二老一直催得紧，一时间就忘了。好多了我。真是多亏了救家贵的那个尤医啊！多谢夫君。你看这小两口怎么回事啊？彼此还谢来谢去的，这如此生分。父亲母亲，父亲母亲。哎呀，一家人不必拘礼啊！这是你母亲大病初愈后啊，咱们阖家团圆的第一个年头。今年的这个花灯会啊，我们可不能迟到了，赶快走吧。是啊。马车。哎呦，扶好啊！上吧啊！哎，你尝尝这个，真的好好吃啊！你多放点这个佐料，可香了。那多放点。哇，好好吃。来，二娘子，拿好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那盏灯，那盏灯，好似你当时送莫喜的那盏。怎么了？你看到莫喜了？刚才那人声音好似莫喜。停车！下来！
各位，今日本店有事，改日再来吧，都散了吧。今日不营业了，改日再来吧。我们也是来参加内评首饰甄选的。上服局的司仪已经到了，我们也进去吧。是。诗诗，你看错了。但是那身影真的好似莫西。许是我看错了。8位店家的成品我也看过。这次选入内廷的是……且慢。荆州城的道路都被刊登人所阻，所以我到晚了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此地？我也是来参加品鉴的。这是哪一家的呀？我怎么从未见过呀？宝庆楼，确实是世代传承的宫廷采买店铺。从高祖时起，宝庆楼便为上服局提供珠玉首饰，但几次战乱后便销声匿迹了。原来你们的买卖还一直都在啊。乱世之中艰难维持，只是不想毁了祖上的招牌而已。可是品鉴大会乃是为宫中的嫔妃公主们甄选珠宝首饰的，各家的长士都在忙碌，而你偏姗姗来迟。请问，你如此怠慢轻忽，是何道理啊？我从安化州而来，因路不好走，耽误了10日。这一入荆州城，便闻讯赶来，这不算是轻忽怠慢吧？哼，一介女流之辈，这偏远之地的乡野老店，也竟然敢在我们面前班门弄斧，笑话！我听说这品鉴大会比的是珠宝的工艺样式，却没听说过是比口舌的。您说呢？且住。虽说宝庆楼与上服局有过合作，但是你们已多年未曾奉上珍品。在座的几家都是荆州城的名店，若你们的工艺不行，怕是要贻笑大方的。小五，来人。这工艺早已失传许久，我今日竟然能有幸再次得见。敢问宝庆楼的这位长士，这些首饰都是你们的匠人所制吗？机缘巧合，我收留了一些身患残疾的能工巧匠。太好了，这次嫔妃公主们总该满意了。敢问娘子，
尊姓大名？我姓唐，先夫早逝，司仪大人唤我唐娘子便可。唐娘子。这儿这么热闹。哎呦，这阵仗真大呀！新店开张啊！是啊，你看看多气派！哎呦，是啊。诸位，今日是宝庆楼重回荆州城开业的日子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娘子。启禀娘子，咱们的牌匾来不了了。这是为何？珠宝行的行会不允，行首发话说不允许任何人给咱们做牌匾。没牌匾怎么开业呀？这不是闹笑话吗？牌匾怎么开业？不是闹了个笑话？对呀。无妨，我早已查了历日，今日便是开业大吉的好日子。既然这牌匾一时半会儿来不了，那就是好事多磨。有福之人不必忙，开门迎客。哎，来，诸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里边请啊，诸位，来，您请，欢迎欢迎啊，里边请。觉得这个的样式还挺精致，有没有双股的呀？啊，您看看我们这个，您看见没有？这几个镯子呀，都是我们这儿最好的、精心打造的。您看见没有？上面镶的这个宝石怎么样？都是我们唐娘子从各地搜集过来的。两位娘子要是有看得上的，随时支应这事儿；要是没有看上眼的呢，也没关系。我再帮您挑挑，您看怎么样？您可以戴上试试。唐娘子这是何意啊？好好的珠宝怎么突然都收起来了？莫非是不准备做生意了？这些架子上的货品我已另有用途，所以就暂时不售卖了。不过诸位少安勿躁，稍后库房的新货便会补上。虽然款式略有不同，但都出自一位匠师之手，不会让诸位失望的。那就好。对对对，诸位，咱们去里边看一下。好啊，请，来，小心台阶啊。我喜欢这个，这打磨这个面好。那行，就要这个吧。哎，好嘞。回来了，手怎么了？没事。都扎破了，还是上点药吧。啊，小月，将军，去把药拿来。是。哎呀，一点点小伤而已，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了吧？放这儿。把手给我。多谢将军。这还没过正午呢，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哦，今日营中无事，便早些回来了。刚刚路过前院，母亲将我训斥了一番。你我这般生疏，他们二老也有所察觉。那……哦，你放心，我们分床睡的事，没人敢说出去。母亲是以为我苛待了你，狠狠训斥了我，还让我带你出去散散心，不要每天闷在家里。明日是你的生辰，听说飞叶轩的江南菜肴不错，我们不妨去试试。好。
那明晚你先准备，我们掌灯时分便去。我还有些事，冬日天冷，你小心着凉。我并非是存心要对你冷淡，而是倘若我们做了真的夫妻，怎么对得住死去的莫喜？况且在你的心里，莫喜永远都是第一位吧。你快点，等我！慢点跑。这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新开的店铺竟然没有牌匾，光秃秃的，连个名儿都没有。听说是刚到荆州城的外乡人，得罪了行会的行手，这不，给他们来个下马威。得罪行手啊！里面请。撤。拿到了。幸不辱命。可有入眼的？刚才看到几件珠宝，做工确实不错，到时候买两件。瞧，哎，诸位可看好了，这是长平伯罗颜所赐的墨宝。哎呦，罗颜的墨宝，唐娘子居然请得动长平伯来为她题写牌匾啊！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来，让开，让开啊！让一让，让开。这么阔气。唐娘子，这些乃是我家主人给您的回礼。多谢。这些是景寿伯江环给我们宝庆楼的回礼。下车。小五，找人搬进去。来人，你们把这些回礼都搬进去。这二位伯爷虽说并无实权官职，但是却是世袭贵重。长平伯也就罢了，这景寿伯却是极少对人如此给面啊！唐娘子之前收起来的几箱珠宝，就是送给两位伯爷的。对呀，长平伯家道中落，那些珠宝倒也能打动他。可这景寿伯家中富贵，区区几匣珠宝也能将他收买，真是太奇怪了。罗伯爷确实是见了珠宝就眉开眼笑，可那江伯爷一开始却坚持不受，为何他看了你送的卷轴就改变主意了？因为那是我的画像。我的美貌能打动江伯爷，你该高兴才是。看到唐娘子如此风采，再加上她的那些精巧珠翠，我也想带上几样给我那黄脸婆。说的我都想多买几件了。走，走，先去买两件。你们请。终于回来了。你真是和我当初一样，为了一口吃的，在这巷子里翻墙冒险，真是又饿又馋。虽然小心翼翼的，但只要有吃的，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但是现在想起来，那会儿的日子虽然过得辛苦，但也是没心没肺，无忧无虑的。没什么，我在自言自语呢。你继续吃。九死一生，历经艰险之后，我跟小五遇到了宝庆楼的继承人在出售腰牌，为母治病，我就花了3根金挺买下了他的腰牌，又汇合了从庆州铸造坊逃出的能工巧匠，改头换面后，携宝庆招牌重回荆州城。可我已经不是当初的白莫喜，而是唐娘子了。
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山边的云满天，情深的人能否偶然心动，连着心痛，长夜要灯火烛明。我举起杯，献爱为祭，相思刻骨有你不疼。情浓意浓，你浓我浓，共赴风雨浓。桃花一场，雪花一场，牵手细雨多。谁人聪明，我们痴情，让它们变红。大好青春，两鬓霜雪陪你枯荣。大好青春，两鬓霜雪陪你枯荣。夫人，小心着凉。又回到了荆州城，可我现在已经是个寡妇了。每次你叫我夫人，我都会想起陈文德。您是我家将军夫人，我等追随您，就等于追随将军，不忘将军。陈文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只要与他打过交道，谁能轻易把他忘怀呢？时过境迁是世上至理，没了将军这个威胁，我看这荆州城的贪官污吏、达官显贵，很快便恢复了歌舞升平的日子，早已经把他的名字抛在脑后了。这次回到荆州城，我就是要报复钟玉琪跟吴老，为他和那些死去的将士们讨回公道。若这大事成了，我要让全金国的人都知道，陈文德不是逆贼，而是个大忠臣。夫人，您明晚真的要在飞跃轩宴请珠宝行会的8位董事？那当然，他们对我们处处刁难，我怎么会轻易忘记呢？明日午后，我会先去会见2位伯爷，感谢他们的厚礼。您是想借用2位伯爷的势力，去压制他们？不只是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要在荆州城出名。为何？我要让整个荆州城的人都知道，我唐默喜是个貌美而富有的寡妇，身边只缺一个良人。您这么做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接近吴老。放心吧，此事若有眉目，我一定会对你和盘托出。来，食菜啊！唐娘子，说实话，你的珠宝做的确实不错，可是你要想在我们荆州城立足啊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哦，就因为我是外乡人吗？可这宝庆楼在数年前也是荆州城首屈一指的珠宝行呢。唐娘子是真会说笑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如今这荆州城，能和宫廷做珠宝生意的珠宝行，在京城顶多8家。跟你打个比方，这8个掌柜吃这么一桌菜，最多也就能吃个半饱。可这回好了，你这么一来，就端走一半，大家伙儿都饿着肚子。那情急之下，
是不是会不择手段呢？啊？来来，您说的可真吓人。说笑说笑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经得起这些事儿呢？这位娘子，贵客到了。诸位掌柜，失陪一下，我要去迎接2位贵客。来，喝起来，喝一个，来，来，吃菜。这边，谁呀？哎，好。 2位伯爷，您看。啊。哦。你们2个下去吧。是。里面请。好。 2位伯爷，这边请。刘兄，劳你费心了。客气了。莫喜，莫喜，夫人，楼上的包间已经被人订满了，非请勿进。莫喜，风瑶。 你方才怎么了？我听见你又喊莫喜。怎么样？觉得满意吗？好吃啊。那我们下次再来。客官，里面请。来，2位客官，你们订的菜啊，已经给你们上好了啊，2位慢用。我刚才好像又看到莫喜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莫喜已经过世了，还是我们亲自替他料理的后事。是我看错了。我知道，你还在为了莫喜的事怨我。 你不必安慰我，莫喜的死都是因为我这个累赘，不然以他的聪明才智，早都已经逃脱了，又怎么会被姓陈的牢牢地握在手中？最后，是我没能阻止无影，眼睁睁地看着莫喜走身祸害。 哎呦，伯爷，多日不见，我敬您。好，随意，我干了。请。唐娘子，哟，唐娘子回来了啊！唐娘子，啊，快请，请啊，快请。 你回来好不好，莫喜？我将它还给你，我将它还给你，我将它还给你，莫喜！
我就得还给你。戴王冠披锁链，眉眼用完用冷眼，笑颜只在脸上笑，飘啊飘，用歌曲来释飘，笑啊笑，真实的哭与笑，秒管的触及秒不秒了，笑颜只在脸上笑，我就得还给你。歌曲来释飘，笑啊笑，真实的哭与笑，秒管的触及秒不秒了，活出自己就好。夫人，若是你想与他们相认，属下可以去联络。从前的白莫喜已经死了，如今在这荆州城的，只有寡妇唐娘子。娘子，一个将来是是啊，真不错。是啊，唐娘子您这几个都是我们家新款，有没有喜欢的？好好招呼。您可以带上试试。是唐娘子。唐娘子，那就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他们家的做工真精致。周夫人，您来了。唐娘子，你的头饰太美了，我又不忍夺人所好。小五，清水洗过，装入漆盒。唐娘子天生丽质，即便没了这些首饰，还是一样明艳照人。周夫人，您谬赞了，您才是真正的雍容华贵，气度超群。前日，周尚书亲自来小店，为您挑选了一顶凤鸟冠子与一对步摇。这个老不正经的。娘子容颜出众，又家财丰盈，如今半个荆州城的人都在议论你。我还听说，有2位伯爷都想纳你进门，此事一个弄不好，便是一桩灾祸。你还是慎重行事才好。多谢周夫人提点，我一定铭记于心。挑到你满意为止。二位里边请。喵喵。你想问什么？你撩拨的2位伯爷都动了心，这是在玩火。这长平伯是惦记上了我寡妇在家的万贯家财，而这景寿伯是个好色之徒，家里妻妾成群，他们2位对我都不是真心的，你不必太过担心。若是这2位伯爷都要娶您，你应该如何应对？他们2人都不是我的良人，明日我就会去见我的真命天子。夫人，您究竟有何打算？这也太危险了吧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要想达到我们的目的，就只能这么做。好吧，我相信将军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助我们成功的。
诸位同僚，去岁冬日，钟某奉圣上之命，调拨军队同逆贼陈文德在庆州决战，我朝廷将帅士卒死伤甚重。钟某提个议，这第一杯酒，我们应祭奠阵亡英灵。各位同僚，今日吃好喝好啊，不必客气。是，谢侯爷，谢侯爷，谢侯爷。是不是？行。长平伯平日里遇事都退避三舍，这次竟然有胆与我相争。哎呀，景寿伯，误会都是误会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先干为敬。贤弟啊，他们在闹些什么？吴相，听说二位伯爷争着要娶同一位双妇，如今闹得水火不容呢。双妇是？那双妇自称唐娘子，是一家珠宝店的掌柜。不但艳若桃李，而且家财也甚是富饶。吴相，我敬您一杯，来。哎，来。回去告诉那唐娘子啊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得罪了行首，哪怕他抱上相爷的大腿，那也没用。小心点！啊，听见没？走。何事？回相爷，是有家珠宝行的车被地痞给砸了。哎呀，对呀，我去他们家店光顾一眼，他们家东西怎么不错？这家铺子就是那唐娘子的吧？正是这家。走。走。我让你监视文武百官的动态，你递给我的都是什么东西？你说说。什么也不是，一点儿有用的东西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让你那群手下好自为之。若是再无所作为，就都流放到西域和漠北戍边，包括你在内。他们在荆州城都有家人，若是流放，那一家老小便无人照管了。你是在和你哥比谁更傻，是不是？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啊？好，我用你能明白的话再说一遍。如果你那群手下还在乎他们家人的安危，就该好好办差，不能再搪塞应付。我眼里可不揉沙子。是。你现在就去，好好监视他们，监督他们。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张没有出息的脸。滚！
贱婢所生之子，终究无法登上台面。唉，还是你对我好啊。 难道我真的要这样苟活下去吗？我的良知还能找回来吗？里面请。我有一个盒子落在马车上了，那是给相爷的礼物，麻烦你帮我取一下。这……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乱走。好吧。 别来无恙。你还活着？那那具尸体是？是我的侍女立春。原来如此。 你不恨我吗？恨你什么？恨你射了那些神鸦火箭。虽不是我的本意，但却是我下的命令。是吴朗的意思吧？难道你要一辈子这样苟活吗？如果你想一辈子做吴朗的走狗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。 你走吧，我不会揭穿你的。无言，难道你就不恨吗？你明明是吴朗的亲生儿子，但他却因为嫌弃你的生母，把你交予族人抚养。在这个相府，你根本不是什么吴家郎君，你只是他的一条鹰犬。住口！你若还想自欺欺人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 无言，我没有庆州之意。你知道我此行的目的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可以结盟，但仅此一次。 你便是那唐娘子。最近你可真是名动荆州城啊！惭愧，民女的微末小事竟然传到了相爷耳中。两位国伯为了娶你，竟然翻了脸。我不想知道也难呐。说说，今日求见，所为何事啊？ 为了妾身的终身大事，那是你和罗颜江环之间的事儿，与老夫何干？众人皆知，这罗颜与江环虽为世袭的国伯，但二人仅有爵位，并未有实权。而这罗颜如今已家道中落，这江环更是嗜酒好色，都并非我心中良人。好大的胆子！ 你刚才这番话是在侵入朝廷贵胄，就不怕我将你治罪吗？民女敢如此讲，是因为他们二位并非我意中人，而我真正中意之人是相爷您。相爷您的爱子，贵府的小郎君。唐娘子就是厉害啊！我小儿子的事儿，你也打听出来了。是，
本相确实有个小儿子，之前也是饱读诗书，俊逸超群，但是有一次不幸摔落马下，从此失了心智。唐娘子，你想嫁给他，是何居心呢？苍天为鉴，我是诚心诚意想要嫁给贵府的小郎君。你也知道，我是外乡人，想在荆州城立足不易。如今虽有二位国伯的求娶，但他们二人一个图财，一个图色。待来日我财空色衰之时，他们定不会善待于我。可贵府的小郎君便不同了，他虽然神智有损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并不会图谋我什么，反而可以天长地久，算是个如意郎君。我先前听说，相爷为了小郎君聘下过白氏之女，但她居然不识抬举。如今妾身自荐，相爷为何不考虑考虑呢？那白家，我已让他们家破人亡了。你知道，在荆州城里，我吴家可是一等一的人家，就算我那儿心智残缺，也容不得他人挑三拣四。我想问一句，唐娘子，那你有什么样的条件，能够让老夫首肯？我只想在荆州城立足，而贵府的小郎君需要一个体面的夫人。那这桩婚事不正是两全其美吗？我宝庆楼做的是珠宝生意，如今行首不肯首肯，处处刁难。但如若我有幸嫁入贵府，就算是在这荆州城站稳了脚跟。如若相爷首肯，那我会奉上大礼。大礼？什么呀？宝庆楼的全部家当，也是我的嫁妆。如果相爷收下了，那今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。宝庆楼的全部家当，当成嫁妆，你就不怕我吞了你的铺子和买卖吗？落个人财两空。有相爷的威势在，宝庆楼才得以立足，才会有后面的财源滚滚。而且我宝庆楼工匠技艺天下第一，想必相爷必不会亏待于我。好啊，本相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不过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帮你把宝庆楼做大，但是你得照顾好我那个孩儿。吴老为何这么轻易就答应了？吴家这么多年为儿子寻亲，一直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名门淑女誓死不从，愿意嫁与痴儿的都是贪慕权贵之人。只有我，只求吴家庇护，并不图旁的什么。况且我也足够富有，而我要倚靠相府，不会过河拆桥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也算是个美人，不会有辱吴家的体面。夫人这般用心良苦，想必将军也必定十分欣慰。若是他还在，我哪还用受这些委屈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说错话了。若陈文德还在，他定会护我周全，把那些欺负我、不怀好意的人都打得满地找牙。这么多人都好好活着，为何只有他命短？
停车！夫人。夫人，您是在找？我方才好像看见陈文德了，但是一转眼又没有了。许是我鬼迷心窍看错了吧？侯爷家的梅花开得可真热闹啊！是啊，你看看侯爷家的小院子。万夫人，您先在此等候片刻，其他人也快到了。你今天这个发钗真精致啊！这是我家老爷特地请人帮我打造的，你看看。赵夫人，顾夫人，万夫人，万夫人，万夫人也阅见标志了。顾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！吴夫人请。呀，相爷家的家眷来了。吴夫人今日可真是光彩照人啊！是啊，这点心真是好久不见了，今日的家里真是丰盛。多久没见了？周夫人可是花了大心思的。周夫人来了。钟夫人万福，免礼吧。今日只是请诸位娘子来赴梅花宴，大家不必多礼，都落座吧。这位娘子，我没有见过，是你家的心腹吗？是我家二郎未过门的媳妇儿，今天特地带来给夫人行礼请安的。相爷和夫人的眼光哪里会有错？气氛有些沉闷，不如换一首轻快一点的曲子吧。各位，都说了今日只是小聚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拘束。来，夫人。来，赵夫人，办得是几杯。是啊，你看这菜色，真是太精美了，可不是。来，张夫人，哎，有些不胜酒力呢。今日来，感觉夫人的府邸又有所变化呢。夫人一定花了不少心思。多谢夫人夸奖，你也是啊。你看看，你家这儿媳妇长得多俊俏。夫人夸你呢，一起敬夫人一杯。嗯。这几日，院子里的梅花真是长得格外的喜人啊！梅花长得好，需要人花心思才行。夫人真是一把好手啊！哪里？那我先出去赏梅花了。去吧。难得寻到个机会，多说点好话。是。我再敬你们一杯。好了好了，两位夫人，下次去。我真是不敬你们一杯。好好。夫人照顾着府邸后院，一定很辛苦吧？还好。可不是，这所有花里，还真是最爱梅花了。是啊，你看这钟夫人这院子里，那院子梅花开得多喜人啊！是啊，而且梅花呀，品性还好，而且这花啊，开到最鲜艳的时候，真的是香气。可有看见方才那位吴相家的夫人？许是去赏梅花了吧？据说那绿梅有吉兆，好几位高明夫人看了，回去就有了身孕。钟夫人还真是喜爱梅花呀。
是还真是满院子都是梅花。会让喜欢的话，我下次看开的真不错。这侯爷府上的梅花怎么能开得这么旺盛？是不像我府上就开那么几朵。非常好啊。夫人，我已花重金收买了侯爷府的侍卫。夫人，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这么多，有了。先从钟玉琪与各州刺史的书信往来找起。这是韦州刺史串通钟玉琪谋反的证据。这么多也不好带出去，先抄录下来再说。莫喜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侯爷府戒备森严，擅闯藏书阁，可是大罪。这1年你既然活着，你为何不来见我？你连我都不肯相认了吗？你认错人了。梅花宴快结束了，出去，别打扰我，我还有不到半炷香的时间。莫喜，你若是需要这封信，我可以替你背诵下来。你忘了吗？我可是有过目不忘之能。我不会问你缘由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。只要你需要，我便替你背诵下来，我回去默写给你。你们几个，过来过来，快去准备马车吧，宴会快结束了。这样好似我们小时候，我每次温习功课，你也是这般在旁边看着我。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我跟陈文德在一起了，而你嫁给了万家贵。
我以万家贵并没有，他心里只有你。但我感觉他已经离我很远了。而这1年来，我唯一思念，只有陈文德而已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我对他嫌弃提防；可如今他死了，我却十分思念。凤瑶，求你帮我把这些东西记下来，我以后有用。这是我唯一能为陈文德做的事情了。这封信能证明钟玉琪勾结各州势力对付陈文德，并且在收复庆州之后，私造兵器招募私兵。你是想向圣上告发钟玉琪意图谋反，替陈文德鸣冤平反。若是以往圣上羽翼不丰，告发钟玉琪只会反受其害，而今时圣上励精图治，已经大不相同。这些信我回去临摹给你。今日这真是不错，是啊，难得这么开心，是啊，我们可得常聚一聚。是，回头到我府上去，大家择日到我府上坐坐啊。都说看见绿梅是吉兆，去年有几个诰命夫人看见之后，都怀孕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你与万家贵是何时认识的？是在荆州城战乱的时候，我偷偷救了他。我与他认识，远早于你们相见。横插一脚，破坏姻缘的人是我。我何德何能，能让你为我做这些？我欠你的，我这辈子怎么还？我最近在抓紧操练兵马，只为攻打庆州做最后的准备。很快我就能将莫喜救出来了。那等莫喜回来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去找父亲母亲，告诉他们莫喜才该是你的妻子。我不想沾着他的名分。等他回来，我会做好一切准备迎娶她过门。是啊，你们才该是最般配的一对。圣上赐下恩典，要亲自为我们主婚。凤瑶，我不是不想娶你，而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早已经心如死水。如果今日站在这儿的人是莫喜，你肯定不会像现在这般避之有恐不及吧？那莫喜在你心中算什么？他还留在陈文德身边，莫喜怕是生机渺茫。你要看着你心爱之人惨死吗？我今日就多派些人手潜入城中，一定要救出莫喜。你心悦莫喜，但是每次都因为各种缘由让步，才导致你们阻碍不断，有缘无分。你这次莫喜若是有3长2短，你我都百死莫赎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
冯瑶，你这是？别动，就这样让我待一会儿。冯瑶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这样我很担心。不是坏事，是好事。莫喜还活着。我这一年总是能梦见莫喜突然有一天站在我的面前，然后我可以跟他说，我跟你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终于可以把你完完整整的归还于他。恭喜你，如愿以偿了。莫喜回来，你不高兴吗？我高兴，我当然高兴。可是冯瑶，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刚才还要来抱我？因为你心里也有我，对不对？在没有莫喜的这些时日里，日子不是白过的。朝夕相处也不是一句话可以抹杀的，对不对？我爱莫喜，我原以为这份爱可以一生一世，直到死亡。但我们毕竟是人，做不到画本故事里面那样此之不渝。我们会在岁月的长河里逐渐治愈伤痛，然后面对新的生活。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恨自己会这么想。因为愧疚感会揪着我们不放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可这就是人啊！我们的七情六欲，我们的一切都由心出发，而心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你这么久没有看见莫喜，你不想见见他吗？我想的。那你就去见见他吧，也许见完之后答案就会不一样了。也许。我就不跟你去了，我就在这等着你。无论最后你的心靠向了哪一边，我都支持你。你也可以很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坚强的人了。我不会因为发生了任何事情而过不下去。好。今天夜已经很深了，你明日去看看他吧。小五，照顾好客人，我去买些东西，很快回来。好。